做夢啦，孫女。我的心在這裡，我的臉在家呀，我的愛也在家。哇，俾仔飛啫，唔使掠地係嘛？家裡不怕了。咩事先？你說吧，你煩我了，要什麼給什麼給我，你也讓我了，沒什麼，老婆啊，哎呀，讓我出來，我別打擾我，我要嘗試，我要嘗試啊！天哪，救救我呀！喊都冇用啦，你男朋友 ，sorry， 你個 ex 見到你咁啊，更加唔會翻轉頭。呢位24歲嚟自廣東茂名市嘅佢，喺香港玩咗2、3日，臨走之前突然間收到男友嘅分手短信，之後就變成咁啦。是的，26年，你們懂不懂？你們根本都沒有。26年咁耐嘅嘢，我哋真係識乜啊？話晒尖東加連威老道呢度好多人行㗎，不如你起翻身先啦，唔好喺度碌地沙啦，手腳不停舞。這些我都不要。睇睇下，你同機場呢位大媽都有啲似喎。哇，擘晒髀咁，睇見到牙煙啊！唉，佢啲好姊妹都冇去唔掂，要拖佢走，拉佢去噴水池冷靜一下。不過冇用啦，屈膝、一字馬、打關鬥，唉，唔講啊，我都仲以為體操國家隊嚟咗香港啊！咁結果警察嚟到就將佢列作傻人發現處理，最慘係一班救援員諗住抬佢上病床，都仲要俾佢放飛劍。唉，希望你個 ex 睇完之後會流連心愛，快啲帶你走啦！我係 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道。